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动一动。其实呢，时尚流行的肚皮舞很多人都爱，但是您知道吗？不只是搭配流行音乐，也能够融入客家传统八音。今天跳肚皮舞的场合是在桃园新屋乡，这里有一位老师叫做郑雅云，她是客家媳妇儿，她就把客家文化结合了肚皮舞，广受好评。您知道吗？每比赛赢得好成绩，就连外国参赛者都很惊讶，对客家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音乐响起，铃铛声、动作口令在教室里回荡，划破宁静的夜晚。这里是桃园新屋乡的肚皮舞班，吐放，吐放，膝盖不要动。扭腰摆臀，全神贯注，站在最前面，个子最娇小的这一位是老师郑雅云。郑雅云老师原来是学中医的，后来才半路出家学肚皮舞。4年前来到桃园新屋开班授课，有些挫折。其实我那时候就有点像那个傅桑花老师这样子，就怎么看怎么每个人都这样子。都是很淳朴的脸孔，然后都是讲不好听，你们不要生气，就是那个动作来说的话，就是很不知道怎么样把他们去把那个筋拉开。郑雅云老师的用心，连学生都看到了，急忙帮着说话。现在一讲到客家的肚皮舞，就会想到我们新屋班，所以我们非常高兴，我们也很乐意把这个文化一直发扬光大。也谢谢我们老师啊。他们都以这个为骄傲，对，大家鼓掌。换上华丽的衣裳，粉墨登场，这叫孔雀开屏，舞弄八音。客家八音搭配肚皮舞是一种艺术，让客家文化呈现不同的美感。我们就完全真的是用客家传统的一个八音音乐来去诠释一个，创造一个流行性的一点舞蹈。那我们就是把那个肚皮舞去融入进去。郑雅云老师不是客家人，却能够透彻了解客家文化，融入肚皮舞蹈，包括了服装也坚持要让油桐花入境。播放的音乐一定是客家歌曲，借由每一次公开演出，发扬客家风情。我们都已经跟这个客家的这个族群已经完全很融合在一起。对，吐。客家媳妇儿郑雅云让西方肚皮舞遇上客家元素，舞出热情和客家文化的精彩。客家八音激起天竺律动，客家桐花鲜活印度情怀。客家媳妇儿的肚皮舞蹈在客庄里曼妙回旋，美丽了新屋的感动时刻。